食，多食。来，咱问看卖。歹势有人伫无？有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歹势，我借问者吼，我伫网络顶看看一个酷海女神龙的利奇。我就是，所以你是我是天女嘛对。就外面就来，今天来坐，今天来坐。叫了。来，歹势咧。来，立奇，我甲你介绍哦，这是阮幸福好厝边的这个老师啊，音乐制作人啊，嘛是这个金钟主持人啊，我做大宝啊。你搞报卡呢？我算唔知咩。今仔好我介绍啊，因为我之前拢伫网络顶管甲伊讲过，我会甲伊提起讲有你要来安尼啦。你安怎压力伤大？因为吼，我这几工啊看恁这两本，足趣味的呢。感谢。而且我感觉画了吼，又有古锥啊，但是我看恁对朋友这故事好丰富哦。对啊，但是我想要了解一下，我当初是甲立奇安尼开讲，边啊这位是？这位是有炸鸡，我叫炸鸡。哦，叫炸鸡，会当食的迄种的，煎鸡腿。肯德基迄炸鸡。所以恁两位是做伙创作这个刊物的吗？对。是吼。是当初是安怎会想要创办这个刊物啊？其实创办这个刊物甲我的阿嬷有关系啦。因为我细汉的时阵是和我的个阿嬷两位阿嬷带大汉的，但是阮阿嬷伊就是较早就过往去啊，就是差不多我还未读国小的时阵，所以从迄时阵细汉的时阵吼，阿嬷照顾过，阿嬷阿公过往了后，我就去台湾。你去台湾？对，所以讲去台湾读国小嘛，高中、大学，就一直想讲这咱。就怀念迄时阵吼，阿嬷照顾迄种生活，孝敬吼。对啊，因为阿嬷以前就是带我去海的嘛，去海捡螺啊、插壳啊，也是去田内、菜田内种遮的高丽菜、土豆啊，等食的物件。我就有这个记忆啦吼，就一直想讲，到底迄时阵阿嬷详细是咧甲我做啥物物件，甲我讲。但是我就想讲，嘛一直无机会转来调查，所以讲大学毕业了后，然后5档了后。毕业搁工课5档。对，在台湾做工课做5档了后，搁转来平阳。所以你本地你是做啥物跑路的？我本地嘛是咧做一寡这社会议题。讲较紧，我想讲伊咧处理社会事。紧张一下。不过看因安尼拢足少年的，我看恁这刊物，敢若是恁三四个做伙用安尼。对。拢是恁安尼朋友的人安尼啊？无，因为会当请炸鸡家己介绍一下。对像立奇是平湖人，我是台北人，为台北来遮。我来遮嘛是住6、7档啊。对。一定有是一个什么动机，互你讲好啦，我决定我要转来平湖。嘛是无管是迄种台湾迄种都市的生活啦，就是讲人足多嘛，人生活足紧的，有心肝，有淡薄有压榨啦，所以讲嘛是因为较早细汉的时阵，就是伫平湖咧生活的嘛，所以讲嘛是。想讲安怎转来平湖看有啥物代志会当做看卖。算讲伫遐生活，讲迄个步调，敢若甲咱较袂合呢。你家己转来就好啊，你甲人台北人带来，对啊。你哪会想讲你要做伙来平湖安尼？我甲你其实离台湾是西，你平湖搁拄着。对。我毋是你甲招来啊。是。哇，这我算炸力配呢吼。炸力。对吧？你该听着炸力。对啊，恁创办这个刊物吼，主要是讲拢是以女性的这个议题来去延伸的嘛。那会想要用这个方法来去出发？其实我家己有一个观察啦，就是讲。咱平湖的生活甲这经济，拢是以土海为主嘛，吼，土海。但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土海出去的毋是拢查甫人？对，就是因为安尼，就是讲，因为咱较早的，比如讲这册内底，还是网络观顶，咱会当看到的这资料，拢是以男性为主，对。其实较少以女性为主。但是我的记忆内底，我阿嬷明明就足强的啊。伊足厉害的，啥物拢会晓。对。因为安尼的原因，我就想讲，袂要紧。阿嬷虽然过往去啊，但是我身边阁有足侪遮亲戚好朋友，
咱来看卖以前因是安怎过生活，啊，即马因是安怎甲咱平湖这片土地安怎共同来打拼，共同来努力。但是这阿嬷你安怎熟悉？阿嬷其实就是你去应征了。又来试片啦，无啦。其实有一寡阿嬷是我的，比如讲阿姆啊、金宝啊，亲情啊。对。啊，有一寡是早期原本就有咧平湖遮做一寡社区营造的，营造的工课，啊，就熟悉一寡足厉害的阿嬷安尼。就因为你规平湖拢熟悉，拢有阿嬷呢。对啊。啊，所以恁安尼转来遮，我看恁这刊物嘛出这2本内底啊，行透透呢。对。这毋是讲干那你家己的故乡尔，你是规个平湖拢去找安尼。对，其实这嘛是甲规个平湖的这风味啊，到这。地势地形有关系啦，就是讲，比如讲我家己是西树人吼，就是咱平湖的上西边的所在。啊，咱早期是湖西湖西人，对。啊，湖西的地形甲西树地形就无共款。比如讲，湖西的遮就是较侪壳啊，就是讲海的较侪壳啊。啊，但是西树遐的海墘就是较侪这种泥啊，这种泥。所以无共款，我嘛想讲。若是调查其中一位的话，安尼其实咱无法度看到规个平湖的样啦。有啦，隔壁庄会讲话啦，讲玻璃庄就好啊，阮庄拢无故事。对，所以讲我嘛想讲这海也无共款，啊，摕来菜体嘛无共款，啊，想讲要做一寡比较，啊，包含我嘛有去望安嘿，啊，嘛有东树坪，东屿坪啊。这离岛你嘛有行？离岛我你过平湖拢行透透哦。啊，像安尼用到这安尼已经几冬啊？今年是第三冬。第三冬啊，啥啦要办这个咱文创的办公室？我看恁这唔嘛，敢若看文尔咧，佫有其他的迄个配面啊吼。无，阮较是配面啊。其实这个办公室吼是有一个叫做真如的老师，想讲其实咱少年朋友，因为即马厝足贵的嘛，对，平湖嘛足贵的啦吼，啊要有一个空间来讲是较困难。所以讲，这个曾如老师就甲伊的厝的一边吼，就即马大家这个所在的一边啊搬出来哦。啊，这是因兜。这是因兜，对。啊，所以迄边是徛家。对。啊，这边是办公室。这个办公室，对。哦。啊，但算讲遮就做咱少年人在拍拼这一个基地就对啦。比如讲，咱一只办公啊，啊，咱出的这的册嘛会当伫环境做，互人奖励安尼。所以这无简单啊，像一般咱这个人讲青年返乡社区营造者，因等于是转来平湖咧无用这个代志安尼。哦，下啊问题安尼生活安尼敢度会过？这平湖这毕竟离岛啊，趁也无钱啊，厝内人也烦恼呢，敢袂？应该是还好啦，啊，就是讲，因为即马政府其实就支持咱遮少年人啦。对，所以政府有足侪案件会希望讲互咱少年人会当转来家己的故乡，还是较无遮都市的所在，来遮拍拼。啊嘛希望讲会当解决这种人口外移啊、人口老化的问题。确实，因为这种传统甲文化吼，嘛是爱需要咱少年人都去传落。甲我好奇咧，我看到顶悬有一个平湖青年创新协会，这个物件是这个单位，这个协会无请早期介绍一下。对，这协会就是咱其实平湖这2、3冬啦，就侪青年来到平湖遮，像我安尼啊，嘛是像你是安尼返乡安尼，啊，就足侪青年伊是关注无共款的议题啦，啊，就是后来咱就是成立这个社会，啊，就是由咱即摆有一个创办理事长是迄刘庆龙，啊，伊甲遮的青年，就是咱有啥物活动的时阵，咱会规个协会的迄个会员大家互相集合起来啦，都合作伙安尼，大家资源做啊，所以在后壁遮真侪东西，咱譬如各地区的遐青年的作品啊，跟他们也做的一寡文创的一寡物件呢，大家来遮会当看。啊，但是恁即摆毋若讲恁出这个刊物，啊，搁举办一个协会安尼，啊，问题即摆文创啊、社区营造，大家拢咧讲啊，啊，恁协会是想要为倒一个方向去啊？
这个问题问了足好的吼，就是嘛是阮一直咧思考的一个问题啦吼，就是阮创立这个酷海女食量这个团队，其实有2个方向啦吼。第一个方向是阮希望吼，这个阿嬷身躯顶的这种文化，这个知识一定慢慢来无去啊。所以阮第一个方向是阮会就甲咱平阳的这学校来有一寡合作。我讲甲学校。对，甲学校合作，就比如讲，咱会甲遮迄内底讲的遮查卡拉的遮个知识啦，啊，遮个文化，遮个内容啊，甲伊变成是一种教案。哦，咱甲学校来做合作，我希望讲咱平阳的囡仔知影讲咱平阳这片土地的特别的所在，对。这是重要呢，文理啊，啊，搁咱讲的语言啊，你甲变做一个刊物，互囡仔来去看。啊，无较早拢讲啊，我听阿妈讲，听阿妈讲，拢用听的。即摆咱用看，阿妈拢画出来互你看。嘿啊，阿妈拢走去册顶管的。对。其实这个作用嘛是讲，若是遮囡仔。知影咱平阳的文化了后，以后出去外口做工课做了，伊个会想厝，伊想厝，较有可能讲会转来咱平阳过继续生活。无咱平阳就，无咱会使想讲咱平阳可能20档了后就无人。